如果我話俾你聽，能夠改變足球歷史嘅唔係一場比賽，亦都唔係一個冠軍，而係一張餐巾紙，你又信唔信呢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Mac。20幾年前，一個嚟自阿根廷嘅小男孩，因為患有生長激素缺乏症，身高發育遠遠落後同齡嘅小朋友，高昂嘅醫療費令到屋企人幾乎睇唔到希望。本地嘅球會雖然欣賞佢嘅天賦，但係無力負擔佢嘅醫療開支。好多人都認為佢根本冇可能成為職業足球員，但係命運並冇喺呢一度畫上句號。喺多年之後，當全世界都為佢每一次嘅足球而平息，當無數年輕嘅球員將佢視為偶像，大家先至明白，真正偉大嘅傳奇從來都唔係一帆風順，而係一次又一次係由絕望行出嚟。今日就等我哋一齊走入球王里奧美斯嘅傳奇人生。1987年，美斯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嘅一個普通家庭。佢嘅爸爸係一個工廠工人，媽媽就喺磁鐵嘅工廠度返工。家境並唔富裕，但係一家人都十分支持佢嘅足球夢。由3、4歲開始，美斯就展現出與眾不同嘅球感。其他小朋友仲喺度追住個足球跑，佢就已經識得利用假動作同埋變向去突破對手。6歲嘅時候，佢加入佢家鄉嘅球會 Newell's Old Boys 嘅青訓隊伍，好快就成為同齡球員入面最耀眼嘅天才。但係命運好快向呢一個家庭開咗一個殘酷嘅玩笑。11歲嗰一年，醫生診斷美斯患有生長激素缺乏症，呢一種嘅疾病會影響佢嘅正常發育。如果冇持續咁樣接受治療，身體嘅成長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。更加殘酷嘅係，每個月接近$1000嘅治療費，對於呢個普通家庭嚟講，幾乎係一筆冇辦法承擔嘅天文數字。佢嘅父母都冇放棄到，四處去揾機會，希望有人願意幫呢一個充滿天賦嘅小朋友。可惜現實係遠比夢想殘酷。當時嘅球會並冇能力去承擔佢嘅醫療費用。一啲原本有興趣嘅球隊，亦都因為佢有呢一個病，最終冇提供合適嘅方案俾佢。望住個仔嘅足球夢逐漸俾現實吞噬，全屋企嘅人只能夠咬牙堅持。正當所有人都以為呢一個故事即將要結束嘅時候，命運再次出現轉機。西班牙嘅豪門巴塞隆拿派出球探去觀看美斯嘅比賽。短短幾分鐘，佢哋就已經俾呢一個瘦小男孩所震撼。球隊高層查理斯雷薩克擔心其他球會會捷足先登，喺冇正式合約嘅情況底下，直接就喺一張餐巾紙上面寫低承諾，表示願意簽低美斯。呢一張嘅餐巾紙後來就被譽為足球史上最珍貴嘅一張紙。喺13歲，美斯跟隨佢嘅爸爸遠赴西班牙，加入巴塞隆拿青訓拉馬西亞。陌生嘅語言、陌生嘅文化、陌生嘅環境，佢亦都係隊入面最矮、最瘦小嘅一位。每日除咗刻苦嘅訓練，佢仲要持續接受生長激素嘅治療。好多個夜晚，佢都因為掛住屋企人而偷偷流淚。但係每當足球碌到去佢隻腳底下，佢又重新揾翻佢嘅笑容，或者佢心入面一直都相信一句說話：如果個天冇俾我最強壯身體，咁我就用最精湛嘅技術去征服全世界。2004年，年僅17歲嘅美斯首次代表巴塞隆拿一隊上陣。喺無耐之後，另一個巴塞隆拿巨星朗拿甸奴主動去照顧呢一個年輕人。喺佢嘅鼓勵底下，美斯迅速融入球隊。2005年，佢攻入佢職業生涯第一個正式嘅入球。當時朗拿甸奴甚至親手將美斯抱起上嚟慶祝。冇人知道嗰一幕象徵住一個新球王正式誕生。喺之後嘅幾年，喺哥迪奧拿嘅帶領底下，巴塞隆拿踢出震撼世界嘅傳控足球。美斯嘅盤帶、速度、視野，甚至係射門能力，都幾乎達到完美。佢一次又一次咁樣突破防線，
一次又一次咁樣創造奇蹟。4座歐聯嘅冠軍，無數嘅西甲冠軍，甚至連續4屆金球獎。世界開始相信喺足球歷史上面，正喺度誕生一位真正嘅傳奇。但係企得越高，承受嘅壓力亦都越大。喺球會，美斯幾乎贏得一切，但係當着上阿根廷國家隊嘅球衣，佢就一次又一次咁樣同冠軍擦肩而過。2014年世界盃決賽，阿根廷不敵德國；2015年美洲盃決賽失利；2016年美洲盃決賽再次飲恨。短短3年，3次決賽，3次嘅心碎。鋪天蓋地嘅批評開始湧向美斯。有人話佢永遠都比唔上馬勒當拿，有人話佢淨係識得喺球會度踢波，甚至有人將所有嘅失敗都怪罪去到佢身上。喺嗰一年，美斯喺極度失望底下宣布退出國家隊，成個阿根廷陷入震動。冇人會估到呢一位曾經征服世界球王，內心竟然係咁孤獨。但係真正嘅強者唔係喺冇跌倒嘅時候先至叫做強，而喺跌倒之後仍然願意再次企起身。幾個月之後，美斯選擇歸隊，因為佢知道有一啲責任冇得逃避。時間嚟證明佢嘅選擇係冇錯到。2021年，美斯終於帶領阿根廷奪得美洲盃嘅冠軍。喺嗰一刻，佢跪咗喺球場上面，眼淚止不住咁樣流下。所有嘅質疑終於開始消失。1年之後，卡塔爾世界盃，呢一個或者係佢職業生涯最重要嘅一次旅程。面對年輕而充滿活力嘅對手，美斯已經唔再係嗰一個只係靠住速度去突破嘅少年，佢變成成支球隊嘅大腦。佢嘅傳球，佢嘅閱讀比賽能力，甚至佢關鍵時刻嘅冷靜，帶領住阿根廷一路闖入決賽。決賽對陣法國，被譽為世界盃史上最精彩嘅決賽之一。當完場嘅哨聲響起，阿根廷終於再一次企上世界之巔。美斯捧起夢寐以求嘅大力神杯，喺嗰一刻，唔止係阿根廷，全世界無數嘅球迷都喺度為佢鼓掌，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呢一座嘅冠軍唔止係勝利，更加係一段橫跨20幾年嘅堅持。踏入2026年，全世界最關心嘅仍然都係同一個問題：美斯到底仲會唔會再一次企上世界盃嘅舞台呢？但係無論答案係乜嘢都好，佢已經唔需要再向任何人去證明自己。佢甚至早就已經完成幾乎所有球員夢寐以求嘅成就。如果佢再一次披上阿根廷嘅戰袍，咁樣就唔止係為咗冠軍，更加係為咗將經驗、信念同埋責任去傳承俾下一代。真正偉大嘅球王唔只係因為入球最多，而係因為佢令更加多人相信夢想係真係可以改變人生。美斯曾經話過：我努力咗好多年，先至令一切睇嚟毫不費力。人生亦都正正就係咁。我哋見到嘅係聚光燈底下嘅榮耀，但係就好少會見到嗰啲喺深夜入面嘅汗水、眼淚同埋孤獨。嗰一個曾經因為疾病而被懷疑能唔能夠長大嘅小朋友，最終亦都成為足球史上最偉大嘅球員之一。或者呢一個就係美斯最令人敬佩嘅地方。佢冇改變命運俾佢嘅起點，但係佢用一生改寫咗自己嘅終點。如果喺你心目中，美斯嘅職業生涯最令人難忘嘅又係邊一幕呢？係嗰一張改變命運嘅餐巾紙，定係第一次着上巴塞隆拿嘅球衣，甚至係捧起世界盃嘅嗰一刻呢？歡迎咁多位喺我哋嘅留言區分享你嘅答案。如果你都中意今日嘅人物故事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同樣熱愛足球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